喺狹窄嘅辦公室環境都可以運動。辦公室健身術系列教你企喺度又或者坐喺度，只要每小時活動一下，從頭到腳，返完一日工都唔會變成僵屍。成日連續坐幾個鐘，喐都唔喐帶嚟嘅害處，唔止臀部肌肉鬆弛冇力，髖關節兩側嘅肌肉血液循環變差，用嚟穩定盤骨嘅深層臀肌又緊又冇力，令到盤骨變得歪斜，改變脊柱曲線，出現上下身肌力失衡，引起腰背痛。坐喺度嘅時候可以做開合腳嘅動作，預防旋轉肌群變得衰弱。企起身可以咁樣轉動大腿，過程之中要保持盤骨固定不動。體育運動入面負責旋轉軀幹嘅工作，由臀中肌、部分腿內收肌群負責。髖關節旋轉肌群欠靈活，工作負擔就會轉嫁到腰椎，就好似變成咁扭動到條腰。例如打高爾夫、打網球，容易因此扭傷，或者造成長期嘅肌肉傷害。另一個單腳站立做跨欄動作，抬起腳順時針或者逆時針打圈。呢個動作既需要穩定，亦都要靈活性，鍛煉幫助平衡同埋寬旋轉嘅臀中肌、腿內收肌群以及核心肌群。